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136篇第1节到第9节，23节到26节。诗篇136篇第1节到第9节，23到26节。好，白话伫圣经伫旧约706页，其他的版本，请咱看银幕。第1节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恁着感谢这个上帝的上帝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恁着感谢万主的主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感谢迄个家己行大奇事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感谢迄个用智慧创造天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感谢迄个铺地伫水的顶面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感谢迄个创造大的光体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就是日头来管日时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月甲星管暝时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第13节，伊少年咱伫卑微的位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伊赏赐美娘，互见有血气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恁着感谢天顶的上帝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以上，即时咱要请曲敏玉牧师，曲牧师是新德大专中心的牧师，伊要讲的题目是“疼永远伫地，疼永远伫地”。兄弟姊妹平安。真欢喜是上帝安排，互咱会通做伙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俄勒上帝。虽然外在天气无遮尔好吼，不过阮心内意爱一项代志，就是咱要来圣殿来敬拜俄勒上帝，而且甲兄弟做伙吼，只是咱搁一摆的三甲鸭头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要感谢你。是你手赐予阮活命，阮所有一切拢在伫你。阮的心要安静伫你的面前，因为阮知阮所要倚靠的毋是食物尔，搁要倚靠你的话。根据你的信心，继续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将你的话肯定阮的心内。阮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、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兄弟姊妹平安。我是实典大专中心的牧师。新竹大专学生中心是设立在新竹中会之下哈。然后我们负责是桃园、新竹、苗栗3大县市的大专院校哈。3个县市哈。桃园地区有将近24所的大专院校。新竹地区有9所，苗栗地区有4所哈。伫这中间，你知影阮有偌济人来照顾遮的大学生吗？2个，一个是阮的主任牧师哈，就是李志生牧师，他负责桃园地区的24所照顾不完。咱同款吼，咱甲敬兄弟姊妹同款，咱一天24小时而已哈。1个礼拜也7天而已，所以他照顾了7个大专的院校哈。伊中昼暗时拢爱去带团课哈，带遮的学生读上帝的话吼，因带因来到上帝的面头前。伊足侪学生拢是初代信徒吼，是慕道友吼，甚至伊爱煮饭、煮菜、煮饭，互遮的学生吼。咱拢知影，我的学生现在1年级哈，他就问我说。女姐，你是牧师啊？你在哪里牧会？我就讲，我已经在牧会啊。我的会友
因无稳定的，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哈。他们在他们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一技之长，在他们自己的学业和专业里面学习一技之长。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哈，甚至常常是家人甚至要打工来得取他们的收入哈。所以我们也没有，可是我们每次的聚会都有我们都有奉献。我们会解释奉献的意义哈。我们的学生甚至要打工，可是他还会牺牲礼拜二和礼拜四一起来，在校园里面团契，带他的朋友来认识这个信仰。他甚至要放弃礼拜四，为了带他的朋友一起来读上帝的话。甚至礼拜六、礼拜天还在教会里面带敬拜，甚至带主日学。这是我的会友所做的代志。另外一项就是我的会友。他们纵使很喜欢这间教会，我的这间教会，可是他们4年之后、3年之后，他们一定要离开这个教会，因为他们都要毕业，他们会离开，因回去因家己的故乡，因有家己的后代，甚至他们当完兵或是找到工作、结婚，因不一定在家。这是第2点，第3点。他们其实，在平日的时候不一定要来我这个教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6日会回到自己的母会或在地的教会里面参与造就，参与一些服事。我每一年都要送走我的会友，我每一届都要流目屎，因为心内就在唔甘，心内就在唔甘。可是你知影无？这个教会已经52年了。我知道迦南教会去年是庆贺上帝奉耶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庆祝了50年。我们整理这里真的成为地方教会社区的盐和光，很美，我也很感动。我这间教会52年了，今年要迈向第53年。可是这些点点滴滴都是上帝因为众教会、新竹中会的各个地方的教会一起参与在校园的宣教事工。我们一起参与当中，成就了多少了上帝国的工人？我今麦有一个学生伫南行读册，伊过去是清大毕业的学生然后后来去中山念数学博士，后来伊受到上帝的呼召，所以伊去今麦伫神学院来读册今年要毕业。我们很希望他也有意愿回应上帝呼召，因为伫学生的时代，伊受到遮的照顾，支持伫宣教的内面，伫校园宣教的内面，伊找到迄个热情，伊搁一摆来思想上帝的听，是遮年晚年的大，所以伊嘛有意愿意转来，伫大专的内面、校园的内面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这毋是咱所做的，是过去。这是过去52年、53年里面，上帝呼召，只有一个人愿意参与伫校园内面，用大道、以奉献、一金钱的奉献来支持。安怎行动是在地上帝？为什么我会这么的有热情？因为我家己本身就是学生的时代，有老师甲遮的教会。支持安尼学生的宣教的事工，所以直到迄个经济藏伫我的心内，所以我会当徛伫遮最水的见证，传扬上帝的话。那今仔日的周报的内面，嘛有肯大专的奉献也有买大道也有信用卡。的部分若是你愿意支持阮遮的事工，你用大道还是金钱的奉献成我们的支持，哪怕是500、1000资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会成为我们很大可以继续的动力，迈向60年，甚至1代。我现在在这个单位已经6年了我进前伫迪兰牧会2年团队的时阵。然后到遮，我就发现一项，我的学生会毕业，实在是地方教会真最是大专的帮站，因为有足侪拄啊信主的学生，了后转去
因家己故乡需要有在地教会加做因的帮长啊支持。像我年初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学生结婚，我去参与他的结婚的礼拜，我就去认识当地的牧者，跟他说，期待他可以继续的关心这个新婚的人，因为他先生还没有信主，希望他们可以持续的在这个信仰里面受到照顾和造就。咱是伫耶稣的内面，加做兄弟姊妹，咱拢是伫这个上帝国的内面来相合来参与。无论伫倒落，咱拢毋瞒咱的青少年，咱的子孙一代一代拢体会到上帝慈爱的大疼痛吼。所以毋瞒兄弟为着咱来为着这项事工，校园事工继续带导，继续咱要来相合来看今日的经文，嘛来了解以色列人的故事。迄当中因拄着虾米款的代志？以色列历史内面，咱今日伫礼拜的台先，咱有上三甲来读旧约约书亚记的内面，看见因的故事吼。以色列的百姓，因的即个家族，即个因的历史的故事的内面，其实是少有辛苦的所在，少侪辛苦的所在吼。要安怎讲？因捌食过。因捌享受过侪好食的食物，因嘛过了真丰富的生活。不过你知影无？伫因的历史的过去的内面，因的生活嘛拄着大的，因嘛拄着侪的饥荒哦。他们也曾经受到了饥荒，食袂饱，辛苦过日子的生活。有可能咱过去嘛有共款拄着遮个情况，不过咱即马过了足丰富的吼。因的国家因侪届嘛伫战争的中间得到胜利，不过因后来嘛伫迄个战争的中间大失败，得到什么程度？迄个大失败到因的百姓，互人掠到外地。不得已爱离开因家己的故乡，看迄因的历史的中间，有当时是好的，有当时是失败的。因回顾因的故事，也是因回顾因的历史的时阵，是辛苦甲艰苦的。因实在是会当体会到迄个艰苦是啥物。所以，因讲因的人生内面，咱一日起起落落，其实咱嘛回想咱家己的生命故事，也是咱的家族的历史的故事的时阵，甚至咱的国家的历史的故事，嘛毋是一帆平顺的，无一定拢是安定的。为什么会安那？为什么会安尼讲？咱的人生的变化内面，若是拄着好的改变的时，咱的心是欢喜的。那亲像是伫今年度，你有新的职任，你成做一个团契的会长，还是讲你伫公司的内面，你成做一个主管，你有即个新的身份，有可能带领足欢喜吼。不过你嘛有爱担当付出你的新的责任、甲压力、甲挑战吼。这是好的改变，不过另外一种的改变，就是不得已的，咱无想要爱的，有可能是咱的身躯渐渐毁坏，目睭哪来哪看袂清楚。也有一种的改变是，咱厝内的可能拄着失业，无找袂到头路。那亲像即马的青少年，随梦大学毕业，找头路足困难的。嘛有可能是，那亲像我有一个同学，伊学生，伫旧年的时阵拄着八仙城堡，伊本来是准备要比赛吼，交做一个好的音乐家，因为拄着迄个代志。
阮就伫迄个祈祷中祈祷。不过有缘，真可惜伊后来过身。有可能是即种的改变是不得已的，显出着咱人是遮尔的有限，甲无力，我们人是何等有限和无奈。遮个咱嘛甲迄当阵的以色列百姓同款，咱嘛会当亲身体会，咱的人生、咱的国家历史，也是咱的家族、咱的性命，咱亲像会拄着遮尔足侪的变化。无论是好的，咱欢喜的，还是咱无欢喜的，拢会发生伫咱的生命内面，是无法度来度想的。以色列人咧回顾遮个代志的时阵，看起来那亲像无预望的，是充满足侪改变的，因的心就惊吓，因的心就摇颤吗？还是讲因就满面拢是苦过面过日子吗？无呢，并无安尼呢。因伫迄个困苦无简单的日子的内面，因拄着一份疼，迄个疼是永远阻碍的疼，甚至因写做歌词来唱出来，迄个疼，就是咱所今日伫旧约诗篇内面136篇的。迄当阵，因为因就写做诗歌来唱。就咱亲像咱敬拜上帝时阵所唱的歌，即个是歌词。不过足可惜，迄当阵是啥物旋律啊？是什么旋律吼？已经失传了。不过这是一首诗歌，咱三甲来看，咱大先来来读即段经文吼，做伙来三甲来看136篇第1节到第3节的所在，咱要做伙三甲来读吼，咱会通想象，那读时，那亲像会通想象，这就是因唱的歌词吼。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诗篇136篇第1节到第3节的地方吼。诗篇136篇1到3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的经文吼。我们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吼。好，预备来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恁着感谢遮个上帝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恁着感谢万主的主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伫迄当中头前的你们会发现到，就是每一句后壁拢有一句话讲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其实它是副歌啦，就是。一个人在唱头前的时阵，后壁兄弟做伙来唱讲，因为伊的主啊永远伫地吼，就是大家一起说，真的，因为伊的主啊永远伫地。透过这个因这份永远的疼痛是对倒落来，是对迄个遮的上帝，是透过这个万主的主来，是对迄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来的。因本来伫迄个困苦的历史的中间，他们是低着头的吼。不过，因安怎会看到迄个对天顶来的主啊？是因外头看天，看遮个看天看地吼，看上帝所创造的万物，日头、月亮、天顶的星，因着上帝有一份慈爱，是对天来的，是上帝永远存在的。所以，咱三个来读后来吼，因安怎来唱遮个诗？来过一摆来体会吼。咱会通读第4节到第9节的所在，咱三个来读第4节到第9节吼，136篇的所在，咱做伙来读。来，感谢家己行大技术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感谢因智慧创造天的。因为伫地，感谢迄个铺地伫水的顶面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感谢迄个创造大的光体的，
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就是日头来管日时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；月甲星管暝时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伫遮个大创造的内面，因月头在看的时，因着上帝有一份慈爱是对天来的。以色列人体会这是上帝为因留的疼的记号。听会记号，透过遮，因体会到迄个永远的慈爱。毋若是安尼，伫因辛苦的历史的中间，伊嘛在宣扬上帝的大慈爱。伫这个内面，咱知影讲，因过去的历史是上帝带领因出埃及，上帝拯救遮以色列的百姓，减灾祸伫出埃及人的中间。互以色列人会当离开迄个真做奴仆的生活，上帝嘛伫以色列人拄着迄个红海的时阵，分开迄个红海，带领因带因以色列人会平安经过迄个所在。后来以色列人会当进入迄个迦南地，而且拍败遐的对敌是上帝因带甲拯救。而且后来上帝嘛赏赐遮以色列百姓得到土地、食米、甲产业，互因会当伫迄个所在徛起。因的日子有艰苦的事，嘛有足侪变化的事。伊毋是看起迄个艰苦的，的确实在伫迄个当中足艰苦的，心内迄个忧愁嘛足侪的。不过，伊上是外头的时阵，伊嘛看起伫迄个最痛苦的时间、最艰苦的时间，伊嘛想到上帝的慈爱，是上帝伫迄个困苦的变化中间，看起是上帝因带拯救因，是上帝带领因，是上帝稳定甲疼痛永远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后来咱三个来谈，后来伊讲啥物？23节到25节的所在，因讲啥物？23节到25节，咱做伙三个来读吼。伊照亮咱伫卑微的位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伊赏赐美牛，互囡仔有火气的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好，到遮。这位对创造开始伫历史中间，永远袂改变慈爱款待以色列人的上帝，今仔日嘛永远陪伴咱。今仔日在敬拜的时阵吼，我看到领歌的兄弟带领我唱诗歌的时阵，我心内有足侪感动吼，因为我家己本身是初代第一代的基督徒吼，我伫学生的时代信主，是老师甲教会兄弟因带我来认捌即个信仰吼。我看到头前领我的兄弟长老吗？咱亲像我的老爸共款，因为我的爸爸嘛是差不多是。我歹势，只不过我是一种感动，因为伫主耶稣内面，咱诚做兄弟姊妹，其实今仔日嘛是我爸爸带我去带我去火车站坐车吼，伊为我备办好迄个早顿吼，我体会到是一种疼吼。我想到伊带领会众来敬拜欧罗上帝吼，因为我爸爸第3年前信主吼。所以，我感觉这是毋是我家己会当做的代志。其实我祈祷足久的，
所以我想到伊的时阵，我想到，哇，上帝永远回应我的祈祷。就是，其实我信主的时阵，我的爸爸妈妈要将我赶出来，他们要把我赶出家里吼。他说：“如果你的上帝这么好，那你就去教会当教会的女儿就好了。”可是我跟我爸妈说：“不，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。圣经里面说要孝敬父母吼，所以本来因无法度接受我是一个基督徒吼。后来你会通想看卖，我的爸爸后来信主，这项代志毋是我家己会当做的，是这位上帝安尼做的。”系啊，伫旧年时阵，我爸爸嘛带领教会、中立教会的会友吼来敬拜俄罗上帝吼。这是我伫搁一摆回想我家己家族的故事的时阵，我嘛是我家族的内面头一个信主的人吼。而且我后来我嘛真做一个牧师，这毋是我会当做的。我的家族的历史的中间会记着这项代志，看起是上帝过去的带领吼。阮的家族嘛是足辛苦的吼。我读神学院的时阵，我嘛是我读神学院的时候，也是弟兄姐妹成为我的支持哈，为我奉献我的学费，为我的奉献我的生活费哈，好像我可以读完神学院哈，也是弟兄姐妹的帮助哈。我就伫迄个敬拜的内面回想这个代志，嘛有想到我艰苦的时阵哈。所以以色列的百姓，因拄着遐艰苦的代志的时，毋若是看起迄当阵的艰苦，上时因外头来看的是，看起的确是上帝永远慈爱伫迄个过程内面陪伴因，甲因撒甲伫地。所以最后即个诗人讲啥物？伊讲：恁着感谢天顶的上帝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吼。今日即位上帝永远陪伴咱。伫咱的国家的历史内面，伫咱的家族，甚至咱的生命故事的内面，咱嘛有艰苦的事，咱嘛有侪侪变化，是咱欢喜，甚至是有一个改变是咱无欢喜、无想要接受的，不得已爱接受的改变。伫迄个艰苦心，伫迄个困苦的内面，咱还是来参加来看迄位。愿意拯救咱、拯救阮、拯救咱、拯救带领阮头前来行的上帝吼，伊的慈爱永远袂改变，伊的慈爱永远伫遐吼。咱今年是2016年吼，虽然才1月份吼，咱毋知头前还有偌济困苦，还是挑战和改变的代志在。我们不知道前方还有多少的变动变化在我们生命的前面等着我们。这些的变化和变动，有可能是我们喜欢的，也有可能是我们不喜欢的，情非得已要接受的。但是让我们不只是看这些困苦、辛苦和挑战而已，让我们也可以凭着信心，今天的上帝的话给我们的应许说：咱要头前来行。咱要勇敢头前来行，无论头前的路站是怎样，上帝都有一份永远袂改变的疼。对天顶来的，伊要甲咱三甲伫地，陪伴咱头前来行，疼永远伫地。伊的万咱的性命会通嘛亲像一首歌共款，对众人讲有一份慈爱，永远存在。是对天来的，咱三甲外头来看，上帝的慈爱永远甲咱三甲伫地，咱三甲下头来祈祷。国真国外的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。咱确实活着，毋但是我靠食物那尔。主啊，你的话是遮尔的大权能，阁有气力。阮确实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加做阮的帮站。
阮嘛要确实体会到你的大疼痛的时，阮要活出你的慈爱。阮嘛要传讲，你确实讲阮三角伫地。虽望头前的路站有新的改变甲挑战，无论即个改变是咱欢喜的，还是无欢喜的，反正阮靠你，毋若是看靠即个困苦那尔，嘛上时看起你陪伴阮、拯救阮、带领阮，看起你甲阮三角伫地的稳定甲大疼痛。阮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，搁一摆献上阮的感恩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